Canterbury 大約喺桂河橋Canterbury 過去要4個鐘小巴，坐巴士要大約6個鐘。我係坐巴士去，因為去到車站有巴士開啦，8點鐘，所以我坐巴士嘅。小巴會舒服啲。咁佢係距離緬甸邊境18公里嘅啫，18公里就有一個叫做 Three Pagoda Pass 3塔關，咁啲人就可以自由出入啦。去同返都有 checkpoint 檢查你嘅護照啊、身份證啊，睇你有冇帶毒品啊，諸如此類啦，幾嚴嘅喺呢方面。咁Canterbury 最出名嘅就係一條橋，全亞洲第2大嘅木橋。咁有人讀孟橋，因為嗰度有條村叫孟村；有人讀孟橋，因為好聽啲嘛。咁孟橋隔離有條紅橋，嗱呢2條橋都唔俾車行，唔俾摩托行嘅，係貨人行嘅。木橋下低有一條浮橋，用竹搭起，都長㗎。啲人覺得靚，其實都靚嘅。不過我覺得最好嘅咧，就係好舒適、好閒適、好 peaceful。可以去嘅，有個鬼佬澳洲鬼喺嗰度2年㗎啦。即係開心啲。價錢又超貴喎。好，去嗰邊影木橋先。呢個位靚啲。OK。哇，棵樹好靚啊！一落去，一行下低個。我就話呢個樹頭好靚啊！哇，幾靚，幾有 texture， 可惜近睇就差咗啦。OK， 跟住行呢條竹做嘅浮橋。太陽未落山啊！300蚊一個地方，頭先嗰度寫。你睇佢。我終於見到啦！佢哋係用呢啲帽去吸落塊面度㗎。你睇，
就係呢啲啦，เขาเป็นคู่จริง 好勁。專業釣魚啊，佢哋啲脷係綠色嘅喎，佢哋。呢兩個就專業傾偈啊！嗱，呢度睇啦，呢條叫浮橋啊，因為由呢邊岸過嗰邊岸搭出嚟嗰條叫橋啦。咁橋上高咧仲有條天橋喎，俾船過嘅，正唔正？我一陣間就過天橋啦。那些前生來世都是動人的故事，遙遠的明天，未知的世界究竟會怎麼樣？寂寞的影子，風裡呼喊的名字，憂傷的旋律訴說陳年的往事，所謂山盟。